主后2022年11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帝假伫世间。圣经启示录21章第1节到第8节，咱做伙来听读。后来，我有看见新的天甲新的地，因为前的天、前的地已经过去，海嘛无去。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，亲像新娘装他好势，要迎接丈夫。我阁听到有大个声对宝座发出讲：看，上帝会幕伫人的中间，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，因要做伊的子民。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，做因的上帝。伊要拭去因目睭拢肿的目屎，无阁有死色，嘛无阁有哀伤、嚎叫、痛疼，因为前的代志已经过去。后来，坐伫宝座迄位讲：看，我将万物拢换新。伊阁讲：着写起来，因为这话真实可靠。伊阁甲我讲：完成啦！我是安尼法甲阿米加。是开始甲结束。喙焦的人，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。得胜的人会承接这个，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囝儿。毋过，遐个无胆的、背信的、腐败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，以及所有讲白贼的，因着去的所在是迄个用火甲硫磺得烧的湖，即个就是第二遍的死。上帝假伫世间，新天新地甲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降临。约翰描述上帝会幕伫人的中间，天堂的门为得胜的人拍开。上帝会幕到底是甚物款样？启示录除了旧上帝用逐种建材来描述，也搁较清楚说明伫上帝的会幕有上帝亲自甲人同在，伊要做因的上帝，伊要拭干因所有的目屎，无阁有死色，嘛无阁有悲伤、哀哭。也是痛苦。伫上帝的会幕，有生命的水泉白白赐予喙焦的人啉，代表上帝丰富的供应会带来新心灵的满足。得胜的人通称做上帝儿女，进入天堂享受这一切的丰盛。迄日，人要称做上帝的子民。子民的原文是复数，暗示得救的是众多族群，较毋是只有以色列人若定。上帝的会幕已经对有形的帐幕化成伊甲人同大真实的应允，互人安享伊的同在。因为安尼，就算伫苦难和迫害中，咱犹原相信伊的护卫，互咱伫将末得胜欢庆。破病、痛疼、悲伤、冤屈和陷害，拢是短暂的苦楚，无法度伤害永远的性命。上帝的子民伫即个世界爱渴望搁较美好的天家，上帝要甲咱同在应允已经实现了，所以毋免畏惧撒旦的搅扰甲欺骗。伫末世，毋是只有可怕的景象，搁较侪是忠实信徒展现坚忍信靠，因为基督伫十字架顶成全救恩，已经带来新的愿望。虽然你像咱安尼相信，
毋过现实生活的逐种打击甲挑战，却常常互人弄甲东倒西歪。基督徒常常讲到天堂，其实就是上帝甲人同在的所在。伫遐痛苦拢远离，这就是赢过压迫的人会当得到的赏赐。意思就是讲，得胜就是踮伫天堂。无打就踏入伫地狱。约翰甲无打甲得胜做对比，将无打列入背信，就是无坚定信仰，害人拜偶像、异端等等的罪行之首。因为无打就是惊压迫赢过敬畏上帝。对约翰来讲，这就毋是信，是会惊灭亡。相信的确毋是一项容易的代志，特别对于动静煎熬的患者和家属来讲，心点真侪看起来，若像是无法度煞去的限制和长期的痛苦中间，搁较是安尼。譬如讲，失智患者甲家属面对的困境和陷阱，伫患者病况急速变化的过程中，往往互家属感觉极其无助，甚至无法度继续相信上帝。地狱甲天堂，若像是一线之隔。总是所有苦难迫害拢是暂时的，这提醒咱每一个人拢需要有天顶的观点。人因为渺小脆弱，所以需要全能上帝同在，也需要有兄弟姊妹互相支持，互咱诚侪真正上帝国的子民，互上帝做你我的上帝，真正去相信伊。默想，我捌，也是我会因为同伴还是社会压力，就放弃对信仰的坚持无？我通安怎避免落入即款的境况？我捌，也是我会因为同伴还是社会压力，就放弃对信仰的坚持无？我通安怎避免落入即款的境况？咱来祈祷，主爱上帝，感谢你乐意真实临在甲我做伙住，求你赐勇气互我，无失胆，帮助我诚侪你的儿女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